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最近阁解喙讲半导体关税可能会扣到300%，阁来厂商是错咧等。最近有半导体材料制造商就关门串货宣布收单，外界认为这就是因为关税冲击。美国总统川普阁就关税政策表态，有计伫一至2礼拜内确定更提升片甲半导体的新关税。外国媒体彭博报道，税率可能达到300%。We're going to have a rate that is going to be lower at the beginning. Then that gives them a chance to come in and build, and very high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. And if they don't build here, they have to pay a very high tariff. 川普表示，初期税率相对较低，了后阁大调悬，也毋无透露具体税率，引起市场议论。有产业分析师认为，川普安尼做也是要互企业去美国，具体数字已经是重点。加码到300%，其实这个意义已经相对的不大，反而是威吓的这个意涵呢是比较大一些。未来比较中大型的台湾的半导体厂，那么依旧还是会到美国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投资。关税不明，产业观望。创立伫1974年的半导体材料商瑞星金属大门锁起来宣布停业，公司公告因为财务困难无力继续营运。因为瑞星金属5月末表示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甲川普关税政策影响，原物料继续可能起20%，即马突然停业，也和解套甲对顶关税冲击有关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